一般传说秋金伫总集村都来关心西港通往南科重要的宝西桥等交通建设的进度，期待南科就业人口增加效应，用交通带动大北门区的商业发展。接续经济部关心市府配合中央甲主办兴建的社会主体，有关部门现况所建设拢伫溪南，明显南北无平衡，要求重新检讨。现在规划兴建中的社会住宅咱已经达到7922户啊由这条道来看市长你要好好去想一下啦咱这条道的规划兴建中，为什么拢伫咱的西南，咱西北拢无？不公平嘛！南北师傅伊这条道2155。伊要动工的物件，拢是分布伫咱的台南市，你咱西北动作啥？市长，你回答，市长什么原因是拢伫西北？市长拢伫西南，是咱西北拢无？西北嘛，有伫新营嘛有。阮的大北门区无啊，阮偏远地区无啊，只有新营一处啊。对啊，那个跟议员报告好，那个。上次您建议的在家里的那一块我们现在已经有提报给国都中心，他们正在评估中啊。那也跟你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市长很关心西北的建设我上任以后，他就指示我在溪北地区去找适当的地点去设置社会住宅。我们今嘛已经评估，大概有两三个地点已经提报给营建署、国都中心。那另外我们自己在新营跟柳营那边也在评估，我们自己市政府还要再盖。未来的包括闸门区甲大北门区接近南科的就业热点的地方，我都会去规划。一般传说秋金强调，因应放假地起，社会主体对啦加速兴建嘛，一定要加量做大，不止弱势和边缘户冇机会做到社会主体，和台南成为幸福所在。记者阮志林跟台南报道。